为降低疫情对家庭负担，中央决定发予各小甲各中、高中以及身心障碍学生每一位有1万块的补贴，全国预计250万人符合资格。教育局表示，10号上午10点开放上网登记，另外嘛将伫6月18号开放 ATM 来领。这两项管道拢领取到9月30号。对此，教育局强调，请家长尽量用网络，避免用实体，以减少人潮聚集。那只要你家中是有国小以下的，那么幼童，以及呢有国高中跟五专前3年身心障碍的一个孩子，都可以呢领到1万块。那领取的方式呢，再重申一次，就是有2种。那一种呢，就是透过这个网路，那这个网页呢，只要在网页上面 key in 进去呢。你是家庭防疫补贴网，或者是1万.gov.tw， 那么都可以很容易进去。那进到网页之后呢，输入了这个3种资料，一个就是孩童的一个健保卡，所以健保卡的卡号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卡号。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爸爸去领的，那你就写上填上爸爸的身份证字号；如果是妈妈就填妈妈的金融部的。这个账的代号，比如说邮局，那就打700，接下来你的账号把它填进去。那这3个资料都填完了之后，就按确认送出。那送出之后呢，那3天在6月18你就去检查看看这个钱1万块是不是已经入账了。教育局指出，可能初期申请人数会较侪，为了让民众会当伫网络平台顶面快速完成登记，前3天并未开放来查询。查询功能将伫6月18号开放。补贴嘛将伫东港开始立效。台湾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